去加鸡片哈。还有，做点嘛。哦。好。唔系唔系，无同爸妈讲。安久的无闲，实在唔记得讲你啦。爸也碰个心情无歹好，还无想本小得到。咁，哦，无闲等一下，两个讲啊，吼。等下咱讲，总唔得啦。家中事情我较早地要讲啊。无，我自家去囤一点讲看那事。爸妈，俺不呀，俺上贵去，俺妈给平时饭做点无？俺上摆没有同阿文讨论过诶。无啦，安中个意思是讲吼，伊安排啊做医生，天公去做落东家。安排呀意思，安排讲一年睇下事，一年贵去事。俺要同妈妈乡下煮好饭，过贵去。要不要我拿啦吼？用嘞。好啊好啊。哦，好了嘛。给吃泡的嘞。拿，起来喏。这啥落去啊？哦。落去啊。啊，做嘛该？爸妈。来，新年快乐！安永诶。我叫无几耐，是家底嘞。有，我吃饭了呀。哎呀，就是你妈妈做出公话。我有那讲久啊，你可能讲低咯。我係早晨喊阿娘同阿爸講飯，成夢呢。跟俺妹来煮饭，马年本来展示搞了一个片。我年尾也没退了。大家大家轮流唱。副省长啦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